传承原住民族传统射箭文化技艺，并庆祝太鲁阁族正名满20周年。秀里乡公所于6月14号、15号2天，于本乡水源村东方夏威夷乐园旧址举办2024年花莲县秀林乡原住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。秀林乡长王玫瑰、原民会副主委古颂可勒法难、原转委员德拉尤岛、县府原行处处长杜布沙运、雅尼顾问曾金龙及本乡各区代表、各村村长，邀集全国射箭好手齐聚一堂，共享盛会。那原民会一定会支持大家的需要，成为大家的后盾。祝福今天晚上有美好的一晚，谢谢大家，上帝与你们同在，谢谢乌尼娜，谢谢乌尼娜苗民萨。秀林是这一次0403、0423最严重的地方，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心。但是呢，今天我看到了所有的乡亲、所有的选手，依然很快乐的生活。我们在快乐中克服所有的困难，不管未来多艰辛，但是路要继续走下去。今年适逢太鲁阁族正名20周年，所以就扩大了今年的赛事。希望你们今天能够具备最佳的状态，赢得最大的胜利。本次参赛组别为团体社会组及国中国小组，共计116队348人次参加比赛，有来自新北市、宜兰县、台东县、屏东县及本县各乡镇好手共同参加并角逐最佳成绩。活动2日亦有传统捏射及制作小弓箭体验，14日晚间更举办劲嗨热舞的选手之夜，以及好吃又好玩的45摊原住民创意摊位，为活动增进更多不同的风采。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报道。